改善黃褐斑需要抑制黑色素生成、防曬、修復皮膚嘅屏障3個方向去入手，需要長期堅持同埋結合多種方式。第一，嚴格防曬，外出時可以單遮、戴帽同埋戴防曬口罩，避免上晝10點至下晝4點陽光直射。每日使用 SPF 30以上嘅防曬霜，出門前15分鐘擦，2至3個鐘又補一次。如果出汗多呢，就需要更加頻繁咁去補。如果做咗激光治療後呢，要嚴格防曬同埋做好保濕，避免紫外線刺激導致色素反彈。懷孕期、哺乳期或者皮膚有炎症呢，需要避開，避免捱夜。保證每日7至8個鐘嘅睡眠，捱夜會加速內分泌失調，刺激黑色素生成，減少焦慮、壓力。長期精神緊張會通過神經內分泌系統影響色素代謝。飲食方面可以多食橙啦、奇異果、堅果，避免食太多辣嘅高糖嘅食物，因為高糖會加重皮膚嘅炎症，誘發色素沉澱。黃褐斑呢，治療嘅週期比較長，同埋容易反覆，需要保持耐心，避免要盲目使用速效嘅淡斑產品，因為可能含有重金屬、激素，導致皮膚變薄同埋容易敏感。